卫生部先是提出24亿的气科医生偏向计划，后续佮继续发布医师法施行细则修正案，加入国外学历的采认原则，调整课程的认定标准。医界团体就搁再抗议，认为讲这根本是要放任，予国外学生返来台湾考试的标准，万好政府爱检讨修正，维护台湾的医疗品质。医师法施行细则大开国破后门。 民众病人团结自救，民众病人团结自救。气科团体联合西医甲中医团体同齐呼吁卫福部应该爱重新修正11月25公布的医师法施行细则的修正案。气科团体伫11月24调集医生甲民众上街仔路抗议，要求卫福部检讨24亿气科医生偏向计划。虽然政府有讲会重新检讨，不过卫福部伫隔天11月25公告医师法施行细则的修正案。基层气科医师协会表示，新的修正条文等于是放宽国外学历的采认原则。他把学校认可的部分，除了教育部认可之外，还开放给国外的一些认证机构，只要他们认可就好。在第13条的不采认方式里面，所谓的远距教学，它居然后面放宽，只要有特殊原因，就可以放宽国外学历。 可以开放线上课程。气科医生团体表示，政府讲要严格规范国外医生学历，决定到予学历甲实习的认定更较灵。地方气科工会也强调，目前台湾的气科人力已经上过济，政府应该要针对气科医师的品质甲数量提出长期的规划，想办法用目前的人力来解决增加医疗资源无够的问题。应该要再建立。 更长期的诱因哈，而不是这种短期的快闪公费医哈，来吸引我们这些都会区优秀的医生能够真正的前往偏乡服务哈。其他医生团体也强调，医师法细则的修正唔但影响气科医生尔，也关系到规个台湾的医疗品质。医生团体表示，人民的健康是国家重要的基础，呼吁政府要严格限制国外医生学历返来台湾考国家考试的资格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